无啦，开放在多列下已经将会迈至9年嘞，在期间重建工厂列下动都个旗下进行，汉卡才推动然台马里海个后坝附近工厂，在引起的农田老后坝管制线多带运用板起的平衡个争议哦，因为提拍好春桥。官员为在列下个hàng水期个后坝管制线，国控台100工厂哦，用一类就为本土体有动多个农民为督导某土地做的工作个问题。去年800风采推动整个台马里海地方变态，将台保存进度耐流度，造成286公顷的农田流失。为了防止重台的灾情再次发生，政府花了10亿元，规划20项建设工厂，将全长7公里的地方全部将河川管制线过靠台100工厂。这2项做法将造成当地50万公顷的农田没体，其中将近1/3是向河川区新筑的农田水利地，将完全无法度得到补助。其中公有地呢，它又分为在89年1月28以前承租是适用375条例承租办法，会补偿给承租户1/3的公告土地公告限制1/3补助。89年1月28号以后承租是适用农法条例，那1块钱是没有办法获得补偿。这个时候还提出这个问题，那当初农委会主委跟行政院长，还有我们的县长，每一个都说，休耕补助有了，休耕补助有了。那结果现在他突然说，只有私有地有。政府说话要有公信力。没睇农田水利地嘅农民生活困难，就算部分得到补偿之后，还系冇啦经费做得难为卖地，故所当地80人户嘅农民都当急嘅望人政府做得面对佢哋嘅生活问题。当然有一部分的农地会划入河川区里面啊。但是为了民众的安全我想这一部分我们水利规划所试验所根据他们的专业是有必要。因为那个灾害太大了可能不是我们县政府本身能够处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中央一并来协助我们，即使是用善款来处理的话。目前河川局为了河川地唔让向水流，只准农民种50公分以下嘅矮葱作物。不过台马里地区大部分靠政府搞卫生嘅农民，早就将安样违反规定嘅事情当作大家独地嘅事。对安样嘅情形，人政府在表示，河川地做得更重嘅部分，建议农民改种怪类嘅矮葱作物。安样唔但强做得维护国土水温，又在兼顾到农民嘅生活。客家新闻冲准推动报道。